如果你超过55岁，而且正在把蓝莓和3种在台湾非常普遍的食物一起吃，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毒害你的肝脏、心脏，甚至让你每天服用的药物失去效果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台湾人的脂肪肝比例是全亚洲最高的，而 62% 的年长者每天至少服用2种药物，这让药物交互作用的风险增加了1倍以上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这些数据已经存在很多年了，但大多数医生没有时间跟你详细说明每一个细节。而那3种会让蓝莓变得危险的食物，几乎每个台湾家庭都有。请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完，因为如果你中途离开，你很可能会继续那些你以为对身体好，但其实正在破坏肝脏、让药物失效的习惯。这是我在太多病人身上亲眼见证过的真实情况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收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。如果没有，请打0，但是请先别紧张。我要跟你说清楚，蓝莓本身不是坏东西，只要你吃对方法，它反而是保护心脏和大脑最强大的天然食物之一。这支影片会一步一步告诉你怎么做，方法非常简单，不需要你花大钱，也不需要你改变整个生活，你只需要调整几个小细节，就能让蓝莓真正发挥它的功效，而不是变成负担。现在，让我们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：为什么蓝莓会变成毒？很多人以为只要是天然的水果，怎么吃都没问题。但事实上，再好的食物，如果吃错时间、配错东西，都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。蓝莓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首先，蓝莓含有大量的有机酸，这些酸性物质就像柠檬汁倒在伤口上一样。如果你的胃本来就不好，或是你正在吃某些药物，这些酸可能会刺激你的胃黏膜，甚至引发胃食道逆流。第二，蓝莓里面有一种叫做单宁和多酚的成分，这些成分对身体很好，但它们有一个特性，就像强力胶一样，会紧紧抓住矿物质和某些药物。当它们进入肠道以后，就会形成一团粘在一起的东西，让你的身体无法吸收。更重要的是，有些食物会在肠道里造成交通阻塞。当蓝莓的营养成分被这些食物卡住，它的好处就完全发挥不出来，甚至可能在肝脏里累积，造成负担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3种食物，每一种都非常普遍，几乎每个台湾家庭都有。它们看起来无害，但跟蓝莓一起吃的时候，就会产生问题。但别担心，只要你了解背后的原理，你完全可以透过几个小小的调整来改善。我保证，这些方法都很简单，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麻烦。现在，让我从第3种最不危险，但最多人吃错的食物开始说起。第一种要小心的就是柑橘类水果，像是柳橙、橘子、柚子，还有台湾人很爱吃的柠檬。当你把这些水果跟蓝莓一起吃，就会形成一场酸性风暴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，你的牙齿珐琅质就像墙上的油漆，当酸性物质一层一层叠上去，油漆剥落的速度会快好几倍。对台湾人来说，这个问题特别严重。为什么？首先，台湾人的胃炎比例很高，很多年长者长期服用降血压药物和胃药，胃黏膜本来就比较敏感，当2种酸性水果一起吃进去，胃黏膜受到的刺激会加倍，很容易引发胃食道逆流或胃痛。其次，台湾人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早餐喜欢喝柠檬水，再配上水果沙拉。这种吃法在不知不觉中就制造了强烈的酸性环境。
对胃和牙齿都是一种伤害。如果你本身牙齿就比较敏感，或是有蛀牙问题，这种吃法会让你的牙齿珐琅质流失得更快，长期下来，牙齿会变得越来越脆弱，连吃冰的、热的东西都会痛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，把蓝莓和柑橘类水果分开来吃，至少间隔3个小时。如果你的牙齿比较敏感，吃完酸性水果以后，记得用清水漱口，但不要马上刷牙，因为这时候牙齿表面的珐琅质比较软，刷牙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磨损。如果你真的很想把这2种水果一起吃，那就选择比较甜、酸度比较低的柳橙，而不是柠檬或柚子。最后我要跟你说，你不需要放弃柳橙或蓝莓，你只需要调整吃的时间，就能避免这些问题。这是最简单、最不花钱的方法。现在我要讲第2种很多台湾人会犯的错误，那就是把蓝莓跟乳制品一起吃。你可能会觉得很惊讶，因为这是很多人的早餐习惯，一杯鲜奶配三明治和水果，或者优格加燕麦片再撒上蓝莓。这听起来很健康，对吧？但问题就在这里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。牛奶里的蛋白质就像一把锁，而蓝莓里的花青素就像一把钥匙。当锁碰到锁，钥匙就卡住了，你身体里那些最需要的营养素根本吸收不到。这就像你把维生素倒进一杯水里，但没有搅拌，营养都沉在杯底，你喝了也没用。对台湾人来说，这个问题更严重。首先，台湾人缺乏乳糖酶的比例非常高，很多人喝牛奶会胀气、拉肚子，但自己不知道。如果再加上蓝莓，肠胃的负担会更重。第二，很多台湾的年长者有甲状腺功能低下的问题，需要长期服用甲状腺药物。牛奶会降低这种药物的吸收率。如果你早上吃药，喝牛奶，又吃蓝莓，药效可能只剩下一半，甚至更少。我看过太多病人，明明按时吃药，但甲状腺指数一直控制不好。后来才发现问题就出在早餐的搭配上。很多人觉得优格配蓝莓是完美的早餐，但实际上就像你把维生素丢进一杯没有搅拌的水里，营养还是沉在底部，你的身体根本吸收不到。那该怎么办？如果你早上要喝牛奶，那就等1到2个小时以后再吃蓝莓。如果你吃优格，先吃优格，等30分钟以后再吃蓝莓。如果你本身就容易消化不良，可以改喝低乳糖的牛奶，或者直接用豆浆代替。我不是要禁止你吃任何东西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完整吸收你身体需要的每一份营养。这不需要你花很多钱，也不需要你改变整个饮食习惯，只需要调整吃的顺序和时间，就能让效果完全不一样。现在我要告诉你最危险的第1名，这是我在诊间看过太多次的问题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，那就是铁剂补血药物。还有很多台湾人在吃的富含铁质的中药。让我先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位病人叫林淑华，73岁，住在台中。他因为贫血，医生开了补血的铁剂给他。他很认真，每天早上都会打一杯蓝莓果昔来补充营养，觉得这样对身体最好。结果3个礼拜以后，他开始觉得肚子隐隐作痛，整个人很疲倦，还会想吐。他的尿液颜色变得很深，脸色发青，家人吓坏了，赶快带他来看诊。我帮他做了检查，发现他的肝指数 OAT 标高到正常值的4倍，铁蛋白也超标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。蓝莓里的单宁就像一个大力士，它会紧紧抓住铁质。当这团单宁加铁的东西进入肠道，你的身体吸收不到铁，但这团东西卡在肝脏里，肝脏就必须超时工作来处理它。
这就像一座工厂着火了一样，肝脏承受了巨大的氧化压力，长期下来可能会导致肝纤维化，让人每天都觉得疲倦，没有力气。台湾人特别容易遇到这个问题，因为很多人在吃中药，像是补血、补气的药方，这些药里面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金属成分。如果你同时吃蓝莓，风险会更高。后来我怎么帮林淑华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很简单，我请他把铁剂和蓝莓分开，至少间隔6个小时，早上吃铁剂，下午再吃蓝莓。3到4个月以后，他的肝功能完全恢复正常，脸色也红润了，整个人又有精神了。所以我要特别提醒你，千万不要停止服用铁剂或补血药物，只要不要跟蓝莓一起吃就好。如果你正在服用甲状腺药物、贫血药物，或是任何中药补血、补气的药方，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，蓝莓对你的身体很好，但吃的时间错了，反而会变成负担。现在你已经知道什么不能跟蓝莓一起吃了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，怎么吃才能让蓝莓变成真正的天然补品。当你搭配对了，蓝莓就是最好的药。这里有5种最适合台湾人的吃法，每一种都经过我多年的临床观察，确实有效，而且很简单。第1种，台式燕麦粥加新鲜蓝莓。燕麦可以稳定血糖，膳食纤维帮助肠道蠕动，蓝莓提供抗氧化成分，这是最温和、最适合年长者的吃法。第2种，轻烘烤的核桃、无盐杏仁加蓝莓。坚果提供好的油脂，保护心血管，蓝莓补充维生素，这是下午点心的最佳选择。第3种，菠菜沙拉或地瓜叶沙拉加蓝莓。深绿色蔬菜富含铁质和叶酸，蓝莓提供维生素 C， 帮助铁质吸收，这是素食者的好选择。第4种，台湾温热绿茶，像是龙井茶或包种茶，配1小把蓝莓。绿茶的儿茶素加上蓝莓的花青素，是最降的抗氧化组合。第5种，70%可可的黑巧克力加新鲜蓝莓，这是低糖的甜点选择，适合想吃甜食又怕血糖升高的人。记得每天吃半杯到3/4杯的蓝莓就够了，不需要太多。如果你有糖尿病前期或血糖问题，可以把这个分量分成2次吃，一次吃一点点，这样血糖比较稳定。你不需要改变整个生活，你只需要改变搭配的方式，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。现在让我告诉你，当你吃对了蓝莓，它能为你的身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。第1，增强免疫力。蓝莓里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成分可以帮助你减少感冒，降低呼吸道感染的机会，特别是秋冬季节，这非常重要。第2，改善消化功能。蓝莓里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肠道里的好菌，帮助排便。便秘是很多台湾老人家的困扰，吃蓝莓可以自然地改善这个问题。第3，保护骨骼。台湾人骨质疏松的比例很高，特别是女性。蓝莓里的维生素 K 和锰可以帮助钙质吸收，减少骨折的风险。第4，调节血糖。蓝莓可以降低胰岛素阻抗，这对第2型糖尿病患者非常重要。很多病人在吃蓝莓以后，血糖控制得更稳定。第5，保护心血管。蓝莓可以降低坏的胆固醇，增加血管的弹性，减少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，这是台湾年长者最需要的保护。第6，抗老化，保护皮肤。很多年长者皮肤干燥，容易长斑，蓝莓里的抗氧化成分可以减少皮肤老化，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健康。第7，保护记忆力。研究显示，蓝莓可以减缓认知功能退化，对早期的阿兹海默症也有帮助。
如果你担心记忆力衰退，蓝莓是最好的天然选择。这些好处不是我编出来的，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。而且你不需要花很多钱来照顾健康，你只需要吃对时间，吃对分量。大约6到8个礼拜以后，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身体的改变。虽然蓝莓对身体很好，但如果你吃错了，效果会大打折扣，甚至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。这里是台湾人最常犯的4个错误。第一个错误，煮太久。很多人喜欢把蓝莓煮成果酱或甜汤，但高温会破坏70%到80%的抗氧化成分。如果你真的要煮，记得最后再加，不要煮超过2分钟。第二个错误，保存方式不对。蓝莓买回来以后，如果放在室温下2到3天，维生素 C 会流失得非常快。正确的方法是放在冰箱冷藏，而且不要先洗，要吃之前再洗。第三个错误，吃太多。蓝莓虽然好，但吃太多会拉肚子。如果你正在吃抗凝血药物，像是阿司匹林或华法林，大量吃蓝莓可能会增加出血的风险。第四个错误，吃错时间。晚上吃蓝莓会让血糖波动比较大，影响睡眠品质。最好的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2点之间，这时候身体的代谢最好。怎么改正这些错误呢？很简单，只吃新鲜蓝莓，或者煮好以后再加。买回来以后放冰箱冷藏，不要先洗。每天吃的分量不要超过3/4杯。小孩和老人家最好选择在中午前后吃。这些都是很小的调整，但效果会差很多。在我40年的行医生涯里，我在台湾看过太多病人，他们只是在饮食上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，但这个错误每天累积，最后对身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有些人吃了很贵的保健品，吃了很多药，但身体还是没有改善，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正确搭配食物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只是没有人好好教你而已。现在你知道了，蓝莓是好东西，但要吃对方法，不要跟柑橘类水果、乳制品、铁剂一起吃，选对搭配，选对时间，它就会变成你最好的健康伙伴。我希望你可以试试看，给自己2到4个礼拜的时间，按照我说的方法调整，我相信你会看到不一样的结果。如果你的家人、朋友也在吃很多药，也在吃蓝莓，请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，这些资讯可能会帮助他们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健康问题。最后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平常都怎么吃蓝莓？你都把蓝莓跟什么食物一起吃？我会认真看每一则留言，也会一个一个回复。谢谢你看完这支影片，祝你健康平安。